怎么啦？怎么来的？谁呀？谁呀？哎呀，谁呀？怎么来的？啊？怎么脸都红了，宝贝？快坐，坐儿子！谁呀？快坐，快坐，儿子，快坐！老公啊，老公啊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打了吧，你给我滚！哎呀，给我！哎呀，来，给我！出来了吗？你看，没有，出来了吗？没有。你打电话了吗？我没打电话。你要麻烦2天麻烦我拿东西回家。儿子，快坐，宝贝，快坐，儿子，快坐。好呗，我先买了这个东西试验。这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我可别乱吃东西了。如果你也担心家里的孩子发生这种意外，真的有必要在家里配一个装置。人一旦被噎住，留给我们的黄金时间只有几分钟，这个装置关键时刻就能发挥作用，几秒钟就能将异物吸出，放在家里也多一份安心，多一份保障。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，包裹口鼻，轻触按钮就能将异物吸出，老人小孩都能独立操作。